这个台中的捷运12月底要来通车，来公布着发车的时间表。结果有民众来发现讲，这个乌日站捷运上尾班发车的时间，甲高铁上尾班到位的时间，敢若差1分钟。也就是讲，乘客必须伫1分钟内行出着高铁站，冲到捷运站来坐捷运，安尼敢会赴呢？袂赴哦。咱的记者用冲的，上届无嘛爱2分钟。 台中捷运预计伫咧12月底通车，网络顶公开时间表，不过有人发现，伫咧台中乌日站，若是坐尾班高铁想要换坐捷运，可能会袂赴，因为上尾班的捷运发车的时间，离上尾班高铁到台中的时间刚好1分钟。跑的也来不及。应该再多给个2-3分钟。到底要行偌久，才能为高铁行去上近的捷运？记者行一摆，互你看。 从高铁月台到中捷车站到底要走多久？我们实际来测试一次。记者用一般的速度呢，大概花了2分36秒才从月台呢走到这个捷运站门口。一般走正常速度可能没有办法达到，但是因为高铁内呢全面禁止跑步，所以这次呢我们用稍微快走的一点方式，同样从最近月台开始走一次。 记者呢，用稍微快走的方式呢，也要花到2分04秒呢，才可以从月台走到这边。但是这些都还没有算到你从这里要上到中捷月台的时间。实际测验的结果根本无可能在1分钟内赶会赴尾班捷运。台中捷运公司的解说是参考台北和高雄的时间表，也是参考同业还有我们夜间维修时段的需求来定的哈。 那所以末班车我们也是定在12点。台中捷运强调时间表即马没有变化，但到试营运后，才个看民众的意见来修改发车的时间。